救国团台南市团委会去年办理公益无停步台湾再守护的爱心义卖市集，同时结合新营区一间产后护理之家，共同一组总共筹募了10万块的生意款。上午由着团委会副主委分别捐赠给台南在地3个新众团体。今天其实这一笔经费是我们去年我们救国团团庆的时候有义卖活动所累积下来的资金，然后加上心灵咪宝长乐护理之家我们郑理群董事长的捐献，所以集合在一起，我们集成一笔资金这个资金我们总干事有跟我讨论所以说我们要捐给一些真的需要的身心障碍团体一些弱势团体所以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把我们救国团和伙伴们大家的爱心集合在一起，透过我们郑天雄还有郭大哥大家的牵线然后把爱心捐给这3个身心障碍团体希望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虽然钱不多，但是抛砖引玉的作用，唤起社会大众能够对这些弱势团体更多的祝福更多的关心。透过团委会总干事甲南区会长的牵线，3个受赠单位分别是台南市星光身心障碍力政会、脑性麻痹之友协会、甲台南市健力复健协会等。上午出席议会，还有台南市议员王家珍以及中华日报的社长等人，希望借出捐赠的仪式，会用的抛砖引玉，吸引更多民间团体来共同响应。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